然后现在讲哈，我一个重点呢讲20年，你看刚才这个变化呢，就讲这个世界在变，人也天天在变，怎么会不变啊？这个人你们一定认识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州长嘛，你看这几年他变，这两个你们认不认识？年纪大一点的肯定认识吧 ？007嘛，对不对？这是第2任的嘛，叫 Roger Moore。这是第5任嘛，叫 Pierce Brosnan 嘛，对不对？这想当年多么威风啊！这个007这个电影啊，我到现在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啊。看电影都有个特点啊，20-30片，有一个镜头就007会跟一个女生这样对看一眼啊，那下个镜头就在床上啊。我说好像 reality 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Anyway， 那上面这个呢，我在追我太太的时候，她常常用这个刺激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Richard Gere 这么好看哈？我最近就告诉她，你看我现在跟 Richard Gere 很像啊，对不对 ？Richard Gere， 世界在变，人也天天在变。你想的事情，你做事的方法，啊，你的构思，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世界跟以前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在这一桌很多年轻人，他们碰到的问题啊，真的是我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 tough 很多的。有些人说他希望将来希望能够在年轻多少岁，我不要啊。现在这个年纪 is the best time 啊 ，the best is always coming 啊 ，the best is yet to come。你想想看嘛，譬如说 fast emerging global competition， 陈光博也好，张世杰也好，刘焕国也好，我们这些人，我们长大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中国的竞争或者印度的竞争，对不对？现在的年轻人，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印度的中国有100个团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搞不好做的比你更快，使用的资源更多。这不只是在台湾，这在美国矽谷一样的啊。那自然资源这个环境，这个题目已经炒作的这10几年炒作的有点烂掉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热门题目。不过你想想看啊，就是说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来回想一下，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灾难以前也有啊，对不对？可是你想地震啊，我们长大的时候地震都4、5、6，现在地震是7、8、9，为什么这样？那以前下雨就下雨，现在下雨就淹水，对不对？泰国整个国家会淹掉的，为什么这样？这里面就有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问题更剧烈的发生。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当然这个也是大家本来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新的挑战，所以未来是真的很美好的未来。因为你有很多新的机会啊，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案，那才有你玩的机会啊，对不对？啊，谢谢你，就放这边就可以。那我们来看看啊，你像，譬如说好，你看这个新的毛病，我就不记得哈。我们从小到大碰过很多疾病，然后那些疾病好像都有解，是不是？啊，那个要从20年前突然间出现一个叫 AIDS 叫艾滋的东西，然后后来又出现 SARS， 然后现在有什么猪流感、禽流感、老鼠感什么玩意儿，反正跟什么这些东西牵扯到，没有一样是有解的，啊，没有一样是有解的。那后来起先大家都很怕，现在每3个月就有一个新东西，台湾话过板培哈，就是说你听多了你也不怕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大的，这后面也带来很多让我们可以贡献、可以奉献一己的机会。更不用说了，像现在经济的整个状况混乱，
你再想想以前经济，对不对？以前的经济是好像你做错什么事情，你就为你做错的事情负责，对不对？所以你亏了是你倒霉啊，你做错了你活该。那我就请问大家啊 ，Lehman Brothers 或者次贷贷款啊，整个事情里面啊，我们很多人像我是缩水成1/3啊，我在 Goldman Sachs 有一个 account， 在 Morgan Stanley 有一个 account， 有一天去旅行1个月回来一看剩下1/3啊，好像没有做错什么嘛，好像没有做错什么。然后你看现在不是说你了解美国市场，你就能够在股票市场纵横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不是啊，你还得了解侏罗啊，对不对？欧洲侏罗啊，你要了解4大金砖什么玩意儿。然后就是因为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就造成了这个很多你过去的做事方法跟过去的思维方式已经不敷使用的这种现象。那我是这么认为啦，就是说，因为有这么多如此的挑战呢，渐渐的呢，同一个时间呢，却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在发生。那这些好的事情在发生呢，变化呢，直接间接又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商机。我认为呢，这个新的商机呢，你如果看不懂这3个字，你就想想有一个公司叫 Apple， 他们这10几年在做的是什么？就以前的科技公司就是科技，贸易就是贸易，买卖就是买卖，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你做什么东西，最高的价值都在生活的科技里面，生命的科技生趣。就说任何一个东西让你能够活得更健康，让你活得更久，让你活得更有趣啊，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未来的商机，就隐藏在这几件事情里面啊。我们再看看，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哈，那个请举手啊，就除了就最近有谁投币到这个公用电话使用公共电话打电话的？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啊，机场早上公共电话，我儿子。我儿子大学毕业在上班，他公共电话不会用的，不会用哈。再问一个问题哈，除了记账单以外，最近最靠近的一次写信寄给一个朋友，又收到朋友寄信来的，真正写信不是 email， 什么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除了账单以外啊？有。你寄给阿公阿嬷对不对？给朋友。真的？那他有回信？回信还没有。那你是少数异类哦。我在大概在最近的20几场演讲问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就是说，所以你看最近的这个更变哈，你有没有想到过哈？以前有一种人，他的职业是卖百科全书的，哇，他卖百科全书还可以写书，说都会卖百科全书。现在这个人卖百科全书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啊！你上网百科全书什么玩意儿，通通可以查到，而且更方便啊！你想查什么，你不知道字写一半，他还帮你写完啊，还给你很多参考。我有一个朋友actually 是大同公司的一个3女婿还是4女婿 Douglas Lau， 他10几年前在创一个什么？他做一个智慧型的公用电话，我一直做没有做成，我恭喜他，还好你没有做成哈，还好你没有做成这个。你知道现在这个通讯的方法、沟通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嘛，你们知不知道 Facebook 按照年龄层把市场区分？哪一个年龄层是过去2-3年成长最快，而且是超过其他年龄层很多的？Senior 20多岁，Senior 35岁到55岁，因为35到55就是你的小孩大概是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嘛。他说 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communicate with my children 。真的是这样。
我儿子跟我说，他的朋友绝对不会打手机给他，因为手机的侵犯性比较高。第二个，他也不看电邮，尤其是爸爸妈妈的电邮，他一定不看。啊，那只有一个他们做就 texting。那我 texting 给我儿子，他都会回的啊。哦，这个以前跟现在多么不一样。你再看看过去，像我们今天开会，其实将来有一天我们是透过视讯，非常方便又便宜又不要钱，通通可以，就是除了不能吃东西以外啊。你再看看哈，就总而言之，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年代呢，我在很多演讲，我是第一个把这个演讲这样子说出来，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哈，这一生呢，其实我们的成长就是绕着4个荧幕在成长。我们小时候第一个荧幕，全家就绕在一个东西叫电视，你的生活就在那周围发展，对不对？那现在当然不一样，现在电视就有这个李涛2100对抗这个郑弘仪大话新闻什么等等这些很有趣的东西哈。然后每天晚上都有虞美人哦，这个。然后过了10-20年，忽然间我们的生活是围绕在这个 PC 的这个荧幕，对不对？哇，所有的生活内容的围绕，不管是玩游戏、查资料，你的生活习惯已经彻底的被改变，不知不觉中彻底的改变。后来这个东西变成 notebook， 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的延伸，直到最近这10年，又一次彻底的改变。就是你的生活全部被另外一个东西主宰，就是你的手机，或者叫做智慧手机，或者将来你是各种可能性的云端式的这个终端机，不管是你量血压、量头痛、量这个 BMI 的、量什么东西啊，将来你的照顾你的父亲母亲可能是他的枕头跟他的地毯，而不是医生啊。就是将来因为这个 sensor 的 technology 很进步，然后 internet 跟手机是无远弗届，谁都有任何的，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任何的这个物联的东西哈，就像那个温家宝讲过，这个到所有的东西到最后就变成物联啊，这个所有东西连起来。好，那我现在我刚刚不是说吗？从这个变化里面哈，从这个变化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对不对？啊，这个世界的变化。看到很多问题，也因为这个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旧的商机跟新的商机。那这个新的商机，很多人就说，哇，新的商机只有年轻人能做。我最近就投资一个 Internet 哈，投资一个 Internet 就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年纪人做的，做得也很好。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好的机会好像都不见了哈，或者是好的机会都跑到中国大陆或者到印度，其实不是这样啊。那我这30年来别的没有，我就听了很多人的这个理由哈。那这张是我几百场演讲，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张哈。那我是不会把它全部念完哈，不过我念几个让你们参考一下哈。这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讲过这句话哈，这些话，我想你也听过。每一个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说，或者说他赔钱了，或者公司做不好，景气不好，运气不好，市场不好，时机不对，是不是？市场好，但是我们太早了；市场好，但是我们太晚了。竞争对手太多，竞争对手太大，竞争对手小，但是很会抢，竞争对手很卑鄙。成本太高，价钱太低，等等等等，我不会全部念了啊。好，反正你看哈，这里就像资金。